大家有冇試過呢種感覺？明明知道健康好重要，但每次上網睇嗰啲所謂嘅長壽秘訣，咩最大攝氧量要達到幾多，每日要精準測量端粒酶長度，甚至要好似苦行僧咁，每日精準計算每一卡路里。你睇完之後會唔會覺得好大壓力？甚至心諗：唉，要咁樣折磨自己先可以長壽，人生仲有咩樂趣？前排我哋喺 channel 傾過端粒效應同長壽，大腦塞滿晒各種硬核嘅醫學數據同細胞理論。嗰陣我哋知道咗端粒縮短係衰老嘅源頭，亦都知維持高強度運動對心肺功能有幾關鍵。但你可能會問，唔到普通人想健康活到100歲，就一定要過住好似科學家咁，每日被數據綁架嘅生活咩？我今日要話俾你聽，大錯特錯。今日要帶大家深度拆解一本徹底顛覆你長壽觀念嘅奇書，佢嘅中文版叫《藍色地帶：活到100歲的秘密》。呢本書嘅作者丹比特納 Dan Buettner 係國家地理嘅探險家，佢聯同咗頂尖嘅醫學家、人口學家同人類學家，行勻全世界，尋找世界上100歲人數最密集、最健康而且極少有癌症同心腦血管疾病嘅5個神秘地區，亦即係科學界所講嘅藍色地帶 Blue Zone。呢5個地方包括日本嘅沖繩島、意大利嘅薩丁尼亞半島、哥斯達黎加嘅尼科亞半島、希臘嘅伊卡尼亞島同埋美國加州嘅洛馬林達區。研究人員發現呢啲地方嘅100歲老人家，佢哋一世人都唔睇咩名醫，唔食昂貴嘅抗衰老補劑，甚至連最大攝氧量呢個詞聽都未聽過。但佢哋卻喺日常生活入面完美實踐咗我哋之前喺長壽同端粒效應讀到嘅所有硬核長壽公式。如果今日呢條片你可以有耐性睇到最尾，我保證佢會徹底重塑你對健康生活嘅底層認知。呢個唔單止係講緊點樣活得耐，更重要嘅係講緊點樣一邊享受生活，大口大口食嘢、飲嘢，同朋友開懷大笑，一邊等身體自動保持喺最年輕嘅修復狀態。準備好未？等我哋一齊行入呢5個神秘嘅長壽聖地，揭開佢哋唔生病嘅終極秘密。一講起長壽，我哋腦海入面第一個畫面係咩？我估80%人都會諗起健身房入面做到大汗淋漓嘅重訓，或者每日逼自己跑10公里嘅痛苦畫面。所以好多人一諗到要運動，心入面就自動產生抗拒，結果就係繼續坐喺梳化度玩電話。如果你係咁諗，但我話俾你聽，你完全行錯咗方向。藍色地帶：活到100歲的秘密，呢本書一開波就俾咗我哋一個觀念上嘅重擊。世界上最長壽嘅一班人，佢哋根本唔做運動。冇錯，你冇聽錯。喺薩丁尼亞嘅陡峭山坡上，或者喺沖繩嘅農田入面，你絕對睇唔到一間健身房。但嗰度嘅100歲老人家，佢哋嘅肌肉量同心肺功能卻好到嚇人。點解？因為佢哋喺度進行緊自然移動 （move naturally）。作者發現呢啲藍色地帶嘅居民，佢哋嘅生活環境強迫佢哋每隔20分鐘就要活動一次。例如薩丁尼亞嘅牧羊人，每日要在凹凸不平嘅山路行幾公里；沖繩嘅老人家，每日花幾個鐘喺花園度打理園藝、彎腰、拔草、企起身。佢哋冇專登去跑馬拉松，但佢哋嘅身體成日都在進行低強度、高頻率嘅自然活動。呢個正正對應咗長壽呢本書入面強調嘅Zone 2大氧運動，嗰種可以一邊講嘢一邊做嘅低強度運動，先至係燃燒脂肪、修復線粒體最有效率嘅區間。而藍色地帶嘅人將呢一種運動無縫嵌入咗生活。反觀我哋現代人喺寫字樓一坐就係8個鐘，然後放工去健身房瘋狂折磨自己1個鐘。呢種久坐加暴烈運動嘅模式，其實係喺度俾身體施加極大嘅急性壓力，反而容易引發慢性發炎。但到底我哋呢啲坐寫字樓嘅現代人要點樣複製呢一種自然移動呢？作者喺書入面提煉出長壽9大習慣，簡稱為 Power 9。第一條就係改變你嘅生活微環境，例如唔好再用遙控器，每次轉台或者開關，電器都企起身行過去。唔好搭電梯，改行樓梯。去超市買菜嗰陣，專登將架車泊喺停車場最遠嘅角落，
強迫自己行多幾步。呢啲望落微不足道嘅改變，加埋嘅效果，遠比你一個星期去一次健身房要好好多。講完運動，下一個顛覆點就在我哋嘅飯台上。而家網上流行各種極端嘅飲食法，生酮飲食、全肉飲食，或者完全唔食碳水，搞到我哋每次食飯都好似喺度做化學實驗咁，充滿咗焦慮。但藍色地帶呢本書揭示咗呢班百歲老人飲食嘅核心機密，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但效果極其強悍。呢個公式只有兩個重點：第一係植物傾向 （plant slanted）， 第二係八分飽 （hara hachibu）。首先講下植物傾向。作者發現呢5個地區嘅百歲老人家，佢哋嘅飲食入面有95%都係來自植物，而其中最核心嘅超級食物，竟然係我哋平時最睇唔起嘅豆類。無論係沖繩嘅大豆、薩丁尼亞嘅蠶豆，定係尼科亞嘅黑豆，豆類係所有藍色地帶居民嘅主食。豆類富含優質嘅植物蛋白質同大量嘅膳食纖維。仲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傾過，纖維係餵養腸道益生菌、消滅內臟脂肪嘅最強武器。藍色地帶嘅人每日都在用豆類滋養佢哋嘅腸道菌群，由源頭切斷咗慢性發炎嘅鏈條。佢哋唔係完全唔食肉，但佢哋食肉嘅頻率極低，每個月可能只係食5次左右，而且每次嘅份量只有一副啤牌咁大。而更神奇嘅係第二個概念，八分飽。呢個詞源自沖繩，老人家喺食飯前都會念一句咒語 Hara Hachibu， 意思係提醒自己食到8分飽就要停口。醫學研究發現，當你食到10分飽，甚至11分飽嘅時候，大腦接收到飽嘅信號，其實係有20分鐘延遲㗎。呢個代表，當你覺得飽嘅時候，你個胃其實已經超載咗。過剩嘅熱量會瞬間轉化為脂肪堆積，並刺激胰島素飆升。而沖繩人每次喺唔再感到肚餓嘅嗰一刻，就放低筷子。呢個令佢哋嘅身體永遠唔會面臨代謝超載嘅危機。聽到呢度，你係咪覺得呢個唔就係叫我哋食素捱餓咩？但人生仲有咩樂趣？唔使急，呢本書最人性化、最精彩嘅地方即刻就嚟。藍色地帶嘅人唔單止唔痛苦，佢哋甚至天天飲酒。喺希臘嘅伊卡利亞島同埋意大利嘅薩丁尼亞島，百歲老人家們每日下晝5點之後都會同朋友聚埋一齊，飲1到2杯當地嘅紅酒。呢種適度嘅社交飲酒，唔單止可以提供豐富嘅多酚同抗氧化劑，更重要嘅係佢可以極大地釋放一整天嘅壓力。呢個就引出咗 Power 9入面另一個至關重要嘅維度——減壓 （downshift）。我哋喺端粒效應入面讀過，長期嘅慢性壓力會釋放皮質醇，直接剪短我哋嘅端粒，加速細胞死亡。而藍色地帶嘅人，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嘅日常減壓儀式。沖繩人每日都會花時間緬懷祖先，落馬林達嘅居民會進行安息日祈禱，伊卡利亞人則有雷打不動嘅眼角習慣。佢哋用呢啲簡單嘅儀式，每日定時幫身體嘅壓力系統撳下重設掣，等發炎因子無處藏身。所以長壽嘅底層邏輯，從來都唔係去對抗身體，而是順應身體。講到呢度，我哋已經拆解咗運動、飲食同減壓，但作者喺書入面強調，以上呢一啲物質層面嘅習慣，其實只係佔咗長壽公式嘅一半。真正決定呢班老人家能唔能無病無痛活到100歲嘅，係2個我哋現代人最缺乏嘅無形力量。第一個力量叫做 Ikigai， 亦即係人生使命。喺沖繩根本無退休呢個詞。一個102歲嘅沖繩老奶奶，當被問到佢嘅 Ikigai 係咩嗰陣，佢笑住話係睇住我嘅曾曾曾孫女長大。而另一個100歲嘅老爺爺，佢嘅 Ikigai 係每日出海捕魚嚟餵飽佢嘅屋企人。研究顯示，每日醒來，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投身新一日，知道自己對呢個世界、對身邊嘅人仲有價值。呢個簡單嘅信念可以幫你增加高達7年嘅預期壽命。呢個唔係迷信，因為當你心中有目標嗰陣，你嘅大腦會持續分泌多巴胺同催產素。呢啲神經遞質係天然嘅抗炎劑，可以直接保護你嘅心血管系統同端粒。
而第二個力量係社交圈子 （Right Club）。呢個可能是整本書最震撼、最值得我哋反思嘅一個發現。作者指出，對長壽影響最大嘅單一因素，唔係你嘅膽固醇指標，亦都唔係你嘅基因，而係你身邊嘅朋友係邊個。喺沖繩有一種傳承咗幾百年嘅社交組織，叫做 Moe 無合。呢個係一班喺生性後生嗰陣就結拜，承諾一世人互相扶持嘅朋友。佢哋每星期聚會，分享八卦，遇到困難嗰陣共同出資幫手。呢個圈子就係佢哋一世人嘅安全網。哈佛大學一項長達80年嘅研究，亦都證實咗呢一點。良好嘅人際關係係預測我哋晚年係咪健康快樂嘅最準確指標。如果你嘅社交圈子入面全部都係鍾意運動、飲食健康、心態積極嘅人，你亦都會不知不覺被同化。相反，如果你身邊嘅朋友天天約你宵夜、飲可樂、抱怨生活，你嘅身體亦都會跟住佢哋一齊慢性發炎。各位觀眾朋友，關於藍色地帶活到100歲的秘密呢本書嘅精髓，我今日已經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呢本書帶俾我哋嘅唔單止係知識，更係一個等我哋重新審視生活方式嘅契機。佢令我哋明白，健康長壽從來都唔係一場充滿限制、犧牲同痛苦嘅苦行。我哋唔需要去買最貴嘅跑步機，唔需要去精確計算每一粒補劑嘅劑量。健康其實就藏喺我哋每日最平凡嘅選擇入面。由今日開始，試下喺你嘅晚餐入面加一碗豆，食少2口肉。由今日開始，食飽飯之後唔好即刻瞓低，同屋企人出街散下步。由今日開始，打個電話俾你很久沒見嘅好朋友，約出嚟飲杯茶，傾下心事。呢啲網絡微不足道嘅改變，加埋一齊，就係喺度為你嘅健康銀行存入最寶貴嘅財富。你嘅身體係你住一世嘅屋，請唔好等到佢千瘡百孔嘅時候，先諗起去維修。而家就拿起工具，由複製藍色地帶嘅長壽習慣開始，為自己打造一個更健康、更有活力嘅未來。多謝你睇到最尾。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記得俾我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一條片見，拜拜。